秘密主三身合一，观想指导。第一部分，升起秘密主三身合一。观想面前空中莲座，莲座之上有日轮，日轮之上有蓝黑吽字，吽字放光，照向十方。光照向诸佛做供养，令诸佛欢喜。接着，光照向六道一切有情众生，光静止他们的痛苦，使一切有情欢喜。光受摄于吽字，吽字转变成秘密主三身合一，在其头顶有白色唵字，在其喉间有红色啊字，在其心间有蓝黑吽字，吽字放光，照向十方。迎请智慧尊，智慧尊以秘密主三身合一之形象而至，然后融入其内。你观想的秘密主三身合一，圆满具备三宝体性。第二部分，持诵心咒时的观想方法一。于秘密主心间的日莲之上有个蓝黑吽字。秘密主三身合一的心咒形成咒幔，围绕吽字，吽字和咒幔放光，净治你的一切罪恶、病痛和污秽。同时，诸佛菩萨的加持聚集成一道道光，这一道道光融入吽字及咒幔中，你的寿命、福德、一切功德沛然增长。第三部分，持诵心咒时的观想方法二。金翅鸟王头顶放出白光，白光平息下魔，即土地龙神造成的一切损害。十方诸佛的身加持去入一切有情众生，无余净除身之罪障。从马头明王放出红光，红光平息中魔，即赤神鬼王所造成的一切损害。十方诸佛的雨加持去入一切有情众生，无余净除雨之罪障。从金刚手之身放出蓝光，蓝光平息上魔，即凶星恶曜所造成的一切损害。十方诸佛的意加持去入一切有情众生，无余净除意之罪障。你的寿命、福德、一切功德沛然增长。